加爾各答今個冬天都唔係話唔凍，佢跟香港同處喺一個緯線上面，又係三面俾海包圍，所以天氣方面係相似嘅。香港凍，加爾各答都唔會暖得去邊。不過冬天嘅印度如有神眷顧咁，白天總係陽光普照，氣溫比夜間高出13、14度，所以夜晚北風吹得點勁秋，日間總可以令人回一回氣。不過今年雖霧霾，陽光無力穿透，喺最凍嗰幾日，夜晚得嗰9至11度，日間竟然只得14、15度。天啊！對於習慣溫熱天氣嘅加爾各答人嚟講，真係太無良啦！就連揀喺我個天台嚟置業嘅幾十隻大黃蜂，都捱唔過寒冬，搬走晒啦。可能係佢哋嘅蜂后凍瓜咗啩，冇 point 就留守喺度咯。陰公豬。對於街邊嘅無家者，慘就唔使講。不過好彩呢度有幾個及時雨 NGO，每年都會組織冬日送暖行動。好似有個錫克教徒組織嘅團體，25年嚟都冇間斷過喺冬日向無家者派發寒衣毛氈嘅善舉。錫克教徒最明顯嘅特徵係佢哋都係包頭星，包住頭髮，唔俾外露，係錫克教首要嘅教規。而錫克教徒都會用星 SINGH 呢個字夾喺自己姓名之間嚟顯示宗教身份，所以香港人叫佢哋包頭星係不含貶義噶，反而應該要讚下香港人高強嘅概括能力。我估大家都知道喺香港灣仔有個錫克教廟，我做記者嘅時候都喺嗰度揼過一轉。當時主持牛高馬大咁，腰間配備咗一把長劍，造型威風凜凜。到今日我都記得好清楚呢。史書記載喺戰場上，錫克教徒堅係勇武派，必要時壯烈犧牲係佢哋嘅自然選項。好似喺1984年，總理甘地夫人為咗捉拿錫克教分離主義分子，出動到坦克、直升機同炮兵去攻擊錫克教最神聖嘅地標金廟，就此引發咗政府軍同錫克教徒嘅金廟對決戰，槍火炮彈飛咗10整日，政府軍卒之攻陷咗金廟，消滅咗想消滅嘅目標，同時擊殺咗多達8000名嘅信眾同平民。仇恨培育仇恨，攻陷金廟嘅4個月之後，甘地夫人就俾佢嗰2個錫克近身侍衛刺殺。暴力催生暴力，甘地夫人遇事後嘅3日，印度全國各地都掀起對錫克教徒無差別嘅搶燒殺戮。就喺3日裏面，4000多個錫克教徒不分男女老幼，葬身喺冷血瘋狂嘅屠刀下。過萬人嘅家園被毀，不過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我呢處竟然係錫克教徒唯一一個安全島，佢哋冇一人喺呢度受到襲擊，因為當時西孟加拉邦係行緊共產，同中央政府唱對台戲係佢哋嘅強項。唉，由智人嘅年代嚟到今日，人類都冇停過用武力，不過一味咁互害，恐怕我哋老早就玩完啦。所以間唔中互愛互助一下，咁大家先會有生機噶嘛。經歷一段殘酷嘅歷史，傷疤真係又大又深。可幸嘅係錫克教徒並冇忘記仁愛行善嘅教義。喺武肺期間，佢哋組成義工隊伍，喺醫院外面搭建臨時護理營，為等唔到醫院床位嘅病人提供床位、飲食甚至氧氣筒。仲有錫克的士工會發起義載病人同 deliver 氧氣筒上門嘅服務，仲有為交通完全停頓而返唔到歸嘅外地勞工提供膳食。武肺勁爆嘅時候，正係印度嘅盛暑，度度都係處喺40攝氏度嘅高溫，咁多包頭星
大汗搭細汗咁勇敢地無償地為別人嘅生死而奔波，真係感動又感激。疫情下嘅印度，處處滿目瘡痍，度度猶如人間地獄，就係靠呢點溫情嚟 remind 人活着的意義。